遮咱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伊即阵啊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伊嘛走漏风声，讲伊准备好势要用独立参选人的资格来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伫咧昨新北造势活动，嘛正式甲郭台铭讲已经准备好势，好亲像双方已经准备要大战白对手。今日郭台铭的发言人蔡心如嘛有上新的讲法。 没有对于这场造势，因为朱市长跟侯市长也都没有参加，那马前总统有受邀参加。那我们对于这个马前总统在台上致辞发生的这种情况其实马前总统在国民党内也蛮受到敬重的。那不管是怎么样，既然是受邀参加，来者是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这种情形，我们觉得很心疼、很惋惜，也很遗憾。昨天前台北县长周锡伟有谈到说，如果有人可能要脱党参选的话，那就清党这样的一个言论。对于周锡伟先生他的说法，我们都不多做评论了。那一样也是2个字，就祝福。想问一下如果马前总统去你们那边造势的话，你们让他致辞会跟他讲好讲满？我看这做人的基本情义跟道理应该是要这样子，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需要马前总统来帮我们造势的阶段。 最新民调显示，就是郭董大概赢韩市长1%，但是有27%的支持是来自蔡英文那边的，等于说支持蔡英文的绿营民众。那这你怎么看？会不会觉得好像是有灌票的感觉？其实我们很谢谢这些朋友的相挺跟支持。那基本上呢，郭台铭先生他一直强调的就是台湾的中道主流力量。 我们应该不分蓝绿，不要受到蓝绿的束缚，能够走出一个主流的民意。那所以可能会反映在一些民调数字上，但民调的数字我们就是多做参考，并没有太多的意见或表示。会不会担心绿营是希望我们蓝营分裂，所以故意要灌到某个候选人？我们不太清楚这民调是怎么操作的。因为有60%的蓝营支持者好像不希望就是郭董上独立参选。 60%的蓝营支持者，应该是说这些声音我们都听到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声音都会纳入评估，也会纳入考量。我们希望听听各界的声音，也希望说这些声音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最近网络上有疯传，就是郭董当初到国民党接受荣誉党证那段影片，就是郭董有说过，如果参加初选一定全力支持胜出等等。 这段影片被疯传，如果未来要宣布参选的话，要怎么解释正当性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民意的支持。那这个正当性的部分，之前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也希望说人民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政党利益跟国家利益来比较，到底孰轻孰重？这个东西必须要在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下。那的确，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所以我就说，其实各界的声音，我们都在评估，都在思考，都有听进去。那怎么看说，就是韩国瑜市长昨天在造势的场合说“他奶奶的”这4个字那有人解读是庶民语言，这部分您怎么看？ 其实个人的行为，我们真的不多做评论，或者是个人的风格吧。那董事长会这样讲话？不会。那他基本上都是怎么样讲？如果造势场合，他会讲这些？我们还没有面临到这样的造势场合，但基本上呢，这些比较情绪性的用语，在郭台铭先生的身上比较不容易出现。会不会觉得这些用语其实有失了总统参选的一个高度？就看大家怎么评论啦。那未来如果说有造势场合可能出现的话，我们有信心也可以达到，例如像35万人这样人潮吗？这个数字的比较，这种拼场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用太多做去比较，因为毕竟就是数字上的变化。但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一颗认同的心才是重点。现在说9月12号可能会参选，因为中秋连假可能不太方便操作，所以会提前到9月12。谢谢大家帮我们想那么多。其实现在每个日期大概都已经猜得差不多了。那今天是9月9号，距离9月17号只剩8天时间，其实每一天都可以猜。那如果真的要猜的话，真的如果猜对的话呢，我们会送一盒有字条的月饼。字条写什么？字条写什么？就符合大家的期待啊！看要写什么，我们先大家讨论一下。但是真的日期都还没有决定啦，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对。那何时送柯市长月饼？
这个我们也再评估一下，因为毕竟中秋送礼也是这个人情世故之一嘛。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找时间跟柯市长这边送一盒月饼，大家聊聊天。那这部分我们的确会再安排。日子还没决定，是已经决定要起义，只差日子。起义。决定要出来选了，只差日子的决定而已。没有，因为我要强调的是说，我之前也说过，要讲 Yes I do 是代表承担跟责任。那要讲这句话说出口很简单，但是能不能做到后面的事情很难。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真的要做谨慎的评估、务实的考量。所以时间的方面，真的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柯市长昨天受访的时候有说，就是只差送拿到月饼，然后看里面的字条写什么。那这个字条有想好了吗？柯市长很希望收到我们的月饼，对不对？如果很希望的话，我们真的会送一盒月饼给他。那纸条的内容会写什么？我还是我觉得纸条内容我们再来想想看啦，看怎么样会比较有创意一点。那如果真的柯市长有需要，我们真的也会送一盒给他。那符合柯市长的期待，我们里面就夹一些纸条好了。对。那另外还有关于人事的部分有关于一个汪用和的人事任用，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对，因为昨天传出这个讯息出来，我们其实也很讶异哦。其实汪用和女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在这个媒体领域非常资深的一位女士。那她的专业真的是不容置疑的。但事实上呢，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讶异。虽然说我们发言人团队有在扩编的计划，但是对于汪用和女士要加入我们发言人阵容，或者是这个富士康相关的规划，我们是完全一无所悉。昨天郭董事长的脸书上有提到说，拼场不如拼全世界，这是不是要向韩国瑜市长来传话？我们也不是针对韩市长啦，相信大家也是误会了。因为其实台湾要关心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中华小将拿到了这个世界级的荣耀，那的确是让台湾重返这个舞台上的荣耀，很令人开心哦。这国家级的大事，那当然在地方上也会有一些大事，所以我们不会去针对说在西北肇事的高雄市市长，像高雄市呢，现在发生了第一型的登革热，以我是高雄女儿的角度来看，这个情况是蛮危急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那另一方面呢，帮我们讲一下说，因为现在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都频频的动员，郭董是热见这种造势场合一直不断的开始。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希望说，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很多值得关心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说，像昨天脸书上的发文，真的要为这些中华小将掌声鼓励。还有没有？谢谢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日子还没定啦，对，然后但是这个还有默契，然后如果要送给我们，那什么时候会送？其实亲自到北市寄还是寄？对。方式的部分再考虑一下，但是柯市长还没有跟我们说他想要收到月饼啊，他跟你们讲的啊，跟记者讲的对不对？他昨天但是他没有跟我们说，没有跟我们说，没有跟我们说，对，没有。没有，访美的时间都还没有，因为就像我前几天讲的，其实大家沟通很顺畅。那这个时间点让我们再定一定，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对于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间点都很热衷。那如果说我们都安排好了，都会跟各界来报告。那我们9月17号会在中选会看到郭董吗？时间点真的还没定啦，对，然后再多给他一些时间决定一下，因为9号嘛，今天9号，还有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对，让我们再想想看，好不好？谢谢啊，谢谢。